行政议会通过民法第108条修正草案，甲爸母通定解囡仔的文字提调。不过，就有家长团体认为，政府无法度代替家长的角色，呼吁爱有更较好的配套措施。因那卫福部是强调，唔是袂使管教，是爱用正面的方式。大概多大？我小朋友现在是1岁半，其实就有点难处理。要3岁了，他们比较有想法，而且他们会知道会去钻你的漏洞。家长想尽办法要做好囡仔的教养，巩固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。囡仔应该互看作是独立的个体，需要尊重沟通，不是教事，也是甲拍干的。因应国际趋势，政府鼓励爸母对囡仔正向教导。像我们这个年代，都是被打的长大的，觉得小朋友他还是应该要。就是我们要去处罚他，可能画一个格子让他罚站，但我会待在他旁边，我不能不理他。正向教养，例如说，如果他不吃饭，一直看电视，就是跟他说，吃完饭就是可以吃水果，立刻马上的给他鼓励。为着确保囡仔袂受到任何形式的不同对待，行政院27确定民法第1085条修正草案，甲现行条文内面，爸母会当伫必要范围内定解囝儿，改做爸母保护含教养未成年的囝儿，应该考虑到囝儿的年岁含发展程度，尊重囝儿的人格，袂当对囝儿做出心情暴力的行为。家长团体讲，虽然是好意，但是有麻烦到无明确的定义和配套，这是提走家长的管教权。你的定义很不清楚啊，因为你是任何形式的身心，而且以孩子的感受为主，他要对这个法有正确的解读，避免他引用错误，然后一直制造亲子的对立。教育部讲，目前各县市拢有设家庭教育中心，提供民众协助，嘛建议参考家庭教育资源网，也是靠全国家庭教育资讯专线。这个父母亲不是说不能管教小孩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正向的方式。未来政府在这方面呢，应该会扩大相关的这个协助，那并且呢扩大宣导。行政院讲，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了后，会请法务部、会同教育部、卫福部积极和朝野各党团来沟通，完善亲职家庭教育的服务，支持家庭发挥教养功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